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现代基督徒平时学习信仰的一种的功课。咱伫顶次礼拜中间，咱讲到士师参孙，咱对参孙伊的生涯中间有信仰的经历。现在咱要伫咱的主日礼拜的圣经在中间，咱要三甲来看另外一位的士师。这位士师我伫3礼拜前伫拜3暗时的祈祷会，已经有将伊的历史行过一摆。今仔咱要阁用无共款的角度来思考，甲咱的信仰有关的。以色列百姓是一个真熬规矩，嘛真固执的一个民族。咱来看圣经咧描写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是安怎上帝咧带领以色列民族是爱公义甲仁义是做阵的，袂使干那强调疼痛，袂使干那强调慈悲，袂使。咱来看见讲，当以色列百姓搁做歹代志的时阵，搁拜偶像的时阵，上帝公义就伫迄个时阵来显现。那因悔改了后，上帝顶时搁出现仁爱仁义，所以公义甲仁爱、公义甲仁义是袂当欠一项的。咱对上帝伊所行的这个事项顶面当咱看见这个。书记第6章的第1节，搁交代一项真要紧的代志。今仔日咱敢若看第7章尔，其实有真侪圣经，咱今仔日爱看第6章。第6章的第1节，伫遐记载讲，以色列百姓搁行上帝目睭中看做歹的事，做无好的代志，所以呢，上帝就将因交伫米甸人因的手中。偌久，这个刑罚7年，7年的中间，以色列百姓每一摆若收成的时阵，这米甸人来甲因抢，这牛羊饲大只了后。米甸人过来甲因抢，所以这7年的中间，因受真侪苦，因为因做歹代志，因敬拜偶像，因惊上帝无欢喜的事，上帝就讲伊伫因的中间。所以7年的中间，因有真侪时阵是祈祷、忏悔，伫遐哀求上帝。伫7年的中间活了真痛苦。士师记的第6章第2节咧记载讲，这个人啊，因拢住咧山、乌坎、乌险，有米伫咧山的所在，因惊米甸人来讲，惊米甸人来抢。所以米伫山林的所在，米伫营济的所在，总是因的祈祷，上帝有听因的声，上帝要照因的声音的呼求来帮助因。这是咱伫这段圣经中间对第6章9来的一个背景，咱有安尼了解。所以今早咱对这段圣经的中间，咱要三甲来想：你什么时候上帝呼召？要做基督徒？你阿公？你的老爸、你的时代人检查已经信主真久啊，从是什么时阵开始，你有印象？上帝呼召你来行伊的脚步，跟伊来做基督徒，你敢有印象？你敢有印象？上帝呼召你来成做伊的囝儿女的时阵，你当时的状况是怎样？咱要来三个来比较基甸，至于上帝用个呼召，要来回应以色列人。伫遐靠赖上帝的一种回应，伫即个所在，你会当甲基甸做比较。首先，咱要三个来想上帝对伫遐的受呼召的人，迄种的应允，因的受敬的应允。你迄个时阵，上帝互你有3款的应允，有3款的帮助你要。咱先来思考，基甸即个人互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伊的心境是一个真复杂的心境，内外充满真侪矛盾。的一个人，上帝要用伊，的确有伊的原因。上帝要互人来到伫伊的面前，呼召是真紧，总是要互上帝使用，爱一段时间。上帝的确用伊的人性伫遐来帮助，互这个人会当建立伊的信心了后，跟缀上帝脚步，然后互上帝大大来使用。但小可先解决基甸所拄着即个内外的即个矛盾，甲迄种压力，这是基甸家己本身爱面对的，嘛是上帝伫迄个所在要帮助你的。咱就看见讲圣经内面，互咱去体会到，基甸第一个爱拄着问题就是，伊的生活环境迄种的惊吓，生活环境的惊吓。我毋知影话伫台湾即个土地顶面，你有啥款的惊吓？互你是政治关系、治安的关系、收入的关系，也是你有其他的遮个关系，互你抵触到你的生活中间环境，互你有压力，互你紧张，互你惊吓。士师记的第6章的第11节，圣经。安尼记载，安尼讲，
讲耶和华的使者到五佛啊，坐伫阿比以下族的人约阿斯的上手骹，约阿斯的囝基甸伫酒窟遐伫拍卖，毋爱互米甸人看见。士师记的第6章的11节，这段圣经唱一寡真水的即种的背景。咱知以色列百姓因咧拍卖啊，常常是爱伫山坡的所在伫遐拍卖啊。拍了后，遐个无路用的物件，遐个壳伫山坡的所在风吹掉去，剩了留落来，因就会当准备来伫遐来煮食。但是圣经伫士师记6章11节记载讲，即个基甸是伫个酒窟的所在伫遐拍卖啊，表示即个基甸因住的所在，甲米甸人是真近，无介远，所以呢，伊拍卖啊，袂使互米甸人看见，声嘛袂使伤大声，袂使互米甸人听见，若无的时阵，遮人会来抢，所以迄个生活的压力真大，做代志压力真大，惊米甸人来。伊是伫即个背景生活遮尔紧张的背景中间，上帝要来互掉基甸。所以圣经咧记载讲，当上帝的使者来到伊的中间，伫遐甲伊讲大溃来的勇士啊，耶和华甲你伫地，就用你即个力来救以色列出米甸人的手。这是伫6章的12节到14节，耶和华的使者来。迄个时阵，基甸是一个生活中间充满真侪紧张的人。第二项，咱要看见讲基甸即个人安怎回应耶和华使者伫伊中间甲伊讲的呼召。基甸即个人是一个对家己的身份认同无够有信心的，无够有信心。基甸安怎甲上帝使者伫遐回应即件呼召的代志？伊伫遐甲使者讲，我要用啥物救以色列？我要用啥物救以色列？看，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属用的，伫我老爸的家，我是第一世。士师记6章的第15节，安尼记载这段圣经，伊有真好的理由伫遐拒绝上帝。基甸基本上也了解，家己嘛有一个认同，亲像伊即种身份，遐尼素养，伫因兜我排上细，无啥物款的资格，无啥物款的身份，总是伊感觉，若要互上帝用吼，至少嘛爱伫面子的顶面印一寡较济头项。伊甲咱有真侪人的观念共款，至少我要互上帝用，我的外表条件，至少嘛是爱靠好，才当互人信任。就是对家己要互上帝用的迄个自信，还佫无够尔。这是伊家己迄种的惊吓。第三个惊吓，咱就看见讲，当使者伫迄个中间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使者伫遐甲伊应允，讲大溃烂的勇士啊，上帝要甲你三角同在，有真侪应允伫迄个所在，佮上帝要甲你三角同行的时阵，基甸吼，毋知影这人是啥。基甸毋知影甲伊讲话是啥，想这个人是安怎咧甲我讲安尼，是毋是要甲我建议啥物？所以基甸甲迄个人讲：你互我证据啊！上帝要用我嘛要有证据啊！甲迄个人讨证据，讲你爱互我印证。所以伫迄个所在做修者，才印证。一直到上帝使者消失。这个圣经你记载，你看6章的这段圣经的时，上帝甲上帝使者是交换出现。有当时啊，上帝是用使者的身份出现；有当时啊，上帝是用上帝本身来出现。咱看这段讲话对话中间，咱就看见讲有遮尔趣味的遮代志，总是基甸竟然毋知影甲伊讲话人是啥，麻痹到这个程度，迟钝到这个程度，就亲像以色列百姓毋知影伫上帝面前爱反悔、爱悔改，遐尼麻痹一寡样，这就是基甸。等使者消失了，伊才知影讲啊，惨！他拄仔伫我面前，迄就是上帝。照有用圣经的经验，看到上帝人是安怎，爱死，爱死。所以基甸才发现着讲，他拄仔甲伊见面咧，甲伊讲话，迄人是耶和华上帝，才啊惨！我甲上帝讨印证，迄就是上帝啊，全能的主上帝。这个上帝，
啊，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这是大有官兵的，是神圣的。竟然伊毋知影，所以伫遐烦恼讲啊，安尼惨。上帝要用伊连上帝的怜悯伫伊的中间，就伫遐甲伊讲，安你的心毋免惊，你袂低到死，你袂低到死。既然放心，上帝甲伊讲，你看到我，你袂低到死。兄姊妹，你伫你的信仰中间，互上帝来到伫你的边仔呼召你的时阵，你迄个时阵，你的情景是安怎？是真无用吗？无时间吗？无能力吗？无钱吗？真失志吗？事业失败吗？人际关系有问题吗？这拢袂当比诚做一个理由，甲上帝讲，我就是因为安尼，上帝，我无法度对你。既然是安尼啦，所以伊爱正义，伊爱上帝本身伫迄个所在行出信仰。出伫上帝就有应允，有应允就有困难伫伊个中间。你要服侍，你有惊吓过无？惊吓有注意无？第二项，咱要伫这段圣经的中间来看见，上帝使用忠实的人来完成伊伟大的计划。圣经内面，你看规本的圣经来看去讲，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军队伊，总是上帝用的人，拢是少数的人。每一摆上帝用的人，拢是极其少数的人来完成上帝的计划。伊敢无想过讲是安怎？啥物原因？这个人，上帝要用的当工毋免济，总是伊当经验着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同在，伫迄个所在存探上帝的计划，安尼就可以啊，安尼就可以。既然呼召了后，伊欢喜来分地。然后要来带以色列百姓的时阵，咱就看见讲，基甸大发一心，去召集32000人。今仔日咱的圣经台讲32000人的兵丁，要来甲米甸人先发来输赢。咱知影，这米甸人偌济嘛？米甸人若照士师记的第8章，士师记的第8章的第10节。我读这段圣经，互咱知影，咱就知影讲到底当时的遐个人偌济。8章的10节讲，迄时西巴甲撒摩纳以及军队伊的军队拢伫加国，约有15000人，就是东方全军所剩的，因为已经42万人拢是野倒的，12万人野倒的拢死，啊，佫剩15000，安尼大概是偌济？安135000。米甸无法讲，米甸吼伊有联军，米甸去招阿玛力人，然后圣经讲佫有东方的遮人，所以这是一个联军，所以斗起来再较济，拢总135000人。好，咱倒转来看，既然招32000人要对135000人，安尼国小老生囡仔可能嘛会当知影，这场的战争吼，结果会安怎？总是有一件事，咱永远想袂通。上帝的计划吼，咱毋通去批评。上帝的计划，你若想袂通，你就甲当做一种的，互你有增加想上帝的时间，安尼才袂去得罪上帝。上帝安怎甲基甸安尼讲？伫7章的字，咱看7章的第20个所在。耶和华对基甸讲：“我用米甸交伫百姓手，毋过对你的人伤罪，对你的人伤罪，32000人。上帝讲人伤罪，面对135000人，上帝讲伤罪。咱来想讲，咱上帝到底捌去战场战争过样捌？是上帝捌受过军事训练过样捌？伫迄个时代，人济就是军力强的时代。咱毋知影上帝到底伊咧想啥物？总是上帝伫遐甲基甸讲，爱阁减少人数。我的原则就是爱减少到上少的程度，然后我才要开始做其他的工。咱看基甸
开始受呼召进前，伊有真侪疑问，伊有真侪问题，总是当伊伫遐好胆要应答上帝话了，上帝予伊的计划，伊就无伫遐执记啊。咱看圣经的时，你看伊讲，上帝安怎讲，伊就安怎接受。上帝讲你人伤济啊，人伤济啊，其实就伫迄个所在无交伊，马上接受。好，安尼要用2波的行动来伫即个事的顶面来做一个减少人数，互伊会当减少到上少。所以上帝甲基甸讲，你安尼甲伊宣布，讲若迄个行赢论的人，你会当转去，免来参加即个修正了去。基甸就安尼宣布，32000人甲伊讲，你若行赢论的人，就免来修正了紧，马上大家拢走了，走偌济？走22000人，啊，剩1万，22000人随走。这有一个背景。这个背景若照《申命记》20章第1节到第8节中间，你记载以色列百姓伫战场顶面有一个条例，这个条例嘛不只有人性。你记载讲要征战的时阵，啥物款的人免去参加这个战争。《申命记》的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，牧师拆几节的圣经，伫迄个所在读，互咱知影。20章内面安尼讲你出去甲对敌交战的时阵，看见马车以及百姓比你较侪。你毋免惊，因为带你出埃及地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三甲基地。官长也着宣布，自随起身厝，也袂惊落成的礼，伊着倒去因兜，行了伊阵亡，别人惊落成的礼。自随聘定某，也袂带伊啊，伊也通倒去因兜，行了伊阵亡，别人带伊。自随惊赢失胆，伊通倒去因兜。申命记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记载讲，啥物人会当免做兵啊？就是订婚了的人哦，还袂娶某，伊当免去做兵，赶快转去。万一伊若死伫咧战场，就伊订婚的某别人娶去的，圣经安尼记载。啊，若厝起好啊，还袂举行感恩礼拜，嘛会当转去，免参加战争。因为今仔日伊伫战场因为死去了，因厝上面来举行这个感恩礼拜，别人举行方便的感恩礼拜。葡萄还袂收成的，你有种葡萄啊？第4天才会当收成的，还袂，你会当倒去免种的。等下葡萄收成，你知？这是旧约圣经的中间，关于竞争的里面，不只有人性的规定。上帝用安尼，互基甸伫迄个所在做宣布了，人数马上减到剩1万。上帝佫感觉安尼无够行，才伤济人，还佫加减少。啥物原因呢？圣经若拄啊，咱伫7章的第2节后壁段，佫有一句真要紧的话，行了以色列人对伫我来家己夸口讲，是我家己的手救我，是我家己的手救我。所以人济，若战争赢吼，以色列百姓吼，就会夸口，拢是阮人济啊，阮兵力济啊，甲上帝哪有啥物关系？所以上帝爱佫减，上帝要安怎减呢？讲甲这1万人带去到离水边的所在，我看因安怎啉水。用啉水的态度要来敬人，结果圣经讲，当作上帝敬的人，当作剩300个人，300个。OK， 这段敬圣经的人，咱有真侪主日的囡仔嘛真兴趣这段圣经的记载遮一切。你若详细看这段圣经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到，这段圣经的第5节到第6节，有当时啊，你可能是讲这内底是毋是有一寡矛盾，还是讲一寡所在真类似。就是啉水的态度，上帝伫迄个所在讲，既然为了去啉水的，也着互伊另外徛一边，吼。亲像狗拿水的，着互伊徛一边。这是第5节咯。第6节讲哦，讲用手捧水来拿水的有300个，其余的百姓拢为了去啉水。兄弟姊妹，你会记得哦？这个第6节归落去，甲第5节的归落是无共款。第6节的归落去，迄个归落去，迄个9700个，对无？剩300个上帝敬的，迄9700个，迄是亲像狗一般样跪落去啉水，毋是迄个甲态度敬虔无关的跪哦。人要亲像狗，圣经甲咱特别注意讲，亲像狗安尼啉水。人要亲像狗，你想伊的姿势爱安怎？人要亲像狗啉水的是伊的姿势，伊无可能拍的，对不对？拍的哪有算跪？拍的就是迄种按摩才拍的。伊爱亲像狗的时，你会看伊的骹就是爱跪着。
所以第六十个迄个龟，甲第50个龟无共款。第50个迄个龟是一种的精性，碰水精气、精性精气。上帝安尼敬人，这个其他的人拢无人知。上帝用后壁即个人讲，我甲你讲，只什么人？即人通甲你去，迄人就通甲你去；即人通甲你去，迄人就唔通去。第一个部分，互人选择；第二个部分是上帝选择。安尼讲白无？安尼讲。对吧？你若惊死的，无等的，你会当免来等。这个百姓第一个部分，百姓选择；第二个部分，上帝选择。我要用啥物人来服侍？伫战场顶面服侍，会使。所以上帝亲身甲基甸讲：哎，这个人会使，你看伊几了？这个人会使甲你去，迄个人会使，迄个人会使，迄个人会使。哎，拄拄啊，搁300个，剩300个。但是姊妹，看这段圣经，你若甲伊当作故事的时阵，你会感觉真趣味。总是你若甲当作信仰的时阵，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，表示你有法度信任上帝到什么程度。你若用信仰的角度的时阵，请你就莫用故事来看这件事，这件代志。因为300个人，要甲135000人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甚至连这300个受竞选的人，伊嘛知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总是基甸甲这300个人拢无交期，上帝安尼选定的时阵，是看见因的态度。这300个人无比其他遐个所有的离开，也是留伫水边遐个人较勇。战机较老练嘛无，是因为敬虔、警觉性真强。上帝选安尼的人，胜利免归互人，因为知影300个人赢，会是感谢不了上帝，是无可能的。上帝做爱做即种的，用真少的、用真细的代志来完成伊的计划。所以你就看见讲，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甲一个支派叫做以法莲。以法莲，这个支派是人真济。伫以色列百姓全军赢了的时阵，以法莲人就来找基甸，伫遐甲因讲，啥即摆战争无要请我。伫八章的第1节，马上我来看见这件代志。八章的第1节来讲，以法莲人对基甸讲：你出去甲米甸人交战，无叫我甲你去，啥事安尼款待我，因就甲伊大计较。以法莲人就甲基甸计较，为什么爱甲计较？因为以法莲人足爱抢功劳，一件赢的代志，阮哪会无参与着？甲基甸计较，上帝其实就看出讲，以色列百姓有真侪人是即种事，赢就要抢功。所以上帝第7章第2节马上伫遐讲，今日以色列人伫我来家己夸口，讲是我家己的手救我。你看啊，上帝是一个全知的上帝，知以色列人，伊人的心是足冷静，以法莲人想要成功。最后一项，咱们伫这个事件的顶面来看，上帝的圣战绝对要用上帝的方法。姊妹，你伫信仰的顶面有真侪时，你有想真侪奇奇怪怪的方法，你有等来圣经的中间追求上帝的方法啦。圣经安怎同咱讲？上帝的方法拢伫圣经的中间。这场的圣战，旧约圣经的中间。真侪战争拢是甲上帝本身有关系。他倒来咱所念的首诗歌，歌词内面有一句话来讲：今日是主的交战，今日是主的交战，毋是咱的交战，是主本身的交战。旧约圣经的中间咧讲到战争的时阵，拢是写我上帝伊的圣战，上帝的圣战。所以上帝的战争用上帝的方法，用伊的计策，这是无毋对。上帝惊到基甸无够也肯定，所以呢，甲基甸讲，你著去对方的赢人中间，你去看去读。上帝安排有一个兵伫迄个所在最忙记有一个大麦饼掠落来，迄个大麦饼弄到因的赢人，迄个大麦饼就是基甸。用这种的棒，互基甸更加确信，然后基甸伫迄个所在照上帝所安排者的，甲300个人分做3队，甲1队甲100个人，对不对？咱人无济啊。创啥？举扫甲，提空翁仔，佮举花笔，甲这3项物件。扫甲、空的翁仔、花笔，你想看觅？这是啥物武器？这是战场的顶面是啥物武器？
歌利亚的头前徛一个少年的大兵，手中捡几粒仔石头，这是啥物武器啊？是战场顶面即敢会用的？对歌利亚来讲，是这滚枪。300个人甲基甸无安尼思考，上帝安尼讲，叫因准备扫甲，叫因准备桶的翁仔甲火把，火把插伫翁仔中间，免滴伤早迄个光线，大家看见。到营房遐的时阵，才将翁仔敲破，火空气走入了，火倒了较猛。扫甲300支做阵，无人300支做阵咧分的啦。会久久才分一支扫甲，总是300支的扫甲做阵分。你看见讲，上帝圣人用上帝方法。咱特别来看第7章的20节，放一句真要紧的圣经真关键的一句话。第7章的20的所在，安尼有甲咱讲起这段话。圣经讲，分300支扫甲的时，耶和华互全营的人，大家用刀3台。这300个人敢有举刀去刣着人？7章20甲咱讲一句真要紧的话：上帝战争，上帝主导，上帝主角，上帝法律。这人是啊，去斗乌烟，扫甲火把，互遐个人啊，伫营房的中间行，遐米甸人伫营的中间怎徛起来，醒起来困醒了，还未清醒，就看见遮一混乱的代志，都家己伫营房中间互相相杀啊！圣经讲。因用刀3台啊，就已经损失差不多袂少人。剩下遮人甲他划开去，伊就走，然后甲伊追赶。弟兄姊妹，你今仔日伫上帝面前听起这段基甸的故事了，你感觉你是伫信仰的中间领受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你的心会疲乏在。当上帝咧拣这300个人的时阵。这300个人毋知影上帝咧观察因，上帝家己咧讲，迄个人会使用，会当甲你去，迄个人会使甲你去。伊每一摆来教会要施会的时阵，要施勤的时阵，要带敬拜祷告的时阵，要伫即个所在做无共款主日的服侍，周间的无共款的服侍的时阵，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你的陪伴是安怎？你敢有注意到上帝嘛咧观察你？这是还未上战场，还未上战场。上帝开还未正式的服侍进前，先观察咱，这个人才当上战场服侍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伫礼拜中间、伫聚会中间的服侍，是伫背后中间上帝咧看咱的陪伴是安怎，有敬虔、警醒。你看，这个人会用的，也是袂用的。要服侍上帝是用圣经的中间，上帝方法，上帝方法是对，伫圣经的中间。咱看见上帝爱咱的态度是啥物？是伫圣经的中间。若是安尼照上帝态度的时阵，咱的服侍才会当上帝感动，你服侍才会当有加倍恩典伫你的顶面。结论来讲，我们用马太22章的第14节有一句真要紧的话。因为受掉的罪，受尽的酒，真正受掉的罪，受尽的酒。上帝使用基甸，上帝使用这300个人，是忠实伫上帝这上帝精兵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信主偌久，以后教会出入偌久，你的信仰毋是你个来计算，你的信仰是用你有谨慎甲上帝三角同行这种来计算。伫你平常时的生活中间，上帝咧观察你，用这种的经验。是毋是你会当知影讲，你嘛会当来互上帝伟大的计划伫你的生活中间来完成？我想这是搁较要紧。只有真正忠实伫上帝、信仰上帝的人，才有迄种言行来参悟着上帝迄个荣耀的性。这300个人伫迄个过程中间参悟着迄个现场，你看因心中有真侪感动。其他遐人拢无资格，其他遐人。拢是诚做一个信徒，会当参悟到这种荣耀得胜的过程。因倒来甲伊宣布讲，咱得胜啊！迄其他人伫遐感谢主，有落主名，迄个过程安怎因拢毋知影。弟兄姊妹，今仔日还佫共款，上帝嘛是用少数人伫真正上帝服侍顶面，
是重视伫上帝啊，参与伫上帝迄个荣耀的计划，受邀请、受选，然后甲上帝做同工，迄是一份荣耀。你伫倒一个位置，就是看你伫平常时迄种生活中间的态度，你安怎上帝人心啊头来祈祷。全能主宰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有遮尔大的幸运来拄着你。你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享受着上帝你饱饱恩典。自圣经的中间充满真济教导阮信仰的功课，才会说，互阮学习着伫主你面前阮的诚实，主你面前的敬虔，伫你面前警醒阮平常时生活的脚步。用你的永远，你观察阮平常时，才要甲阮肯定真要紧，迄个服侍角色的定位。对基甸，互阮学习一个新的功课。当上帝你要呼召阮变永远的时阵，你的确要看见阮的心境，你的应允，你有应允就有亏来，然后阮才会当在主你面前，甲你同工服侍。主愿你帮助祝福阮英国教会所有的事工，甲所有的侍奉者，真正拢有亲像基甸迄种的心境，总是嘛有回应迄种勇气，亲像迄300人共款，原是伫迄300人中间迄个心境，甲主你三个做同工，互主你切恳伫即个世代中间来高举上帝你的荣光。主愿你安尼保守祝福阮，伫阮的脚步中间真正用安尼，互阮知，阮是属于上帝你的。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有基督的香味，嘛爱有基督的光灯，伫阮的心中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教会，伫安尼发出。通过这段圣经节，搁一摆激励阮，教会团契、个人的生命，拢白白伫主你内面得到造就。感谢上帝你的听同甲恩典，现场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